法国议会下院通过议案，认定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采取的暴力为种族灭绝，并给予谴责，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一行径。这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案由反对党社会党提出。议案还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在国际社会框架下和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这一行径。欧洲议会昨天通过香港基本自由遭受侵害相关决议，强烈谴责香港人权及言论自由的恶化，呼吁制裁相关官员及敦促欧盟抵制即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欧洲议会议员除敦促欧洲联盟对镇压香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并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美两大国之间关系继续紧绷之际，本周四，美军本福德号弹道驱逐舰驶入南中海，引发中国军方警告。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则称，美舰是非法驶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给予警告驱离。但是此说法遭美国海军否认。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中国关于此次任务的说法不实。据美方声明指出，当时班福特号正进行符合国际法的航行自由作业，其后这艘军舰继续在国际海域进行正常作业。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表示，印度成功试射陆基布拉莫斯导弹，检验了很多国产系统。布拉莫斯导弹以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和俄罗斯莫斯科河命名，由两国共同研制。布拉莫斯导弹比声音快 2.8 倍，可以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射。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将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据伊朗武装部队的公共关系官员说，2022年海洋安全带联合演习将在印度洋北部举行，这是三国之间第3次联合海军演习。加拿大外长梅兰妮·乔利表示，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加拿大将支持美国和欧盟实施严厉制裁。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他是继乌克兰和法国之后访问比利时的。据北京方面称，去年被莫斯科摧毁的俄罗斯卫星事件出现了新的状况，一块碎片与一颗中国卫星擦肩而过，差一点酝酿极其危险的事件。根据中国航天局空间碎片中心报告，中国清华科学卫星前天周二与太空与俄罗斯被摧毁卫星的碎片相遇，间隔距离仅有14.5米远。